各位觀眾朋友，在個轉到節目嘅現場，今日新聞幕後嘅單元帶下來關心嘅係美國呢下呢政府停擺已經第20日咧，韓國呢川普政府呢都堅持哦，講話做呢個美國、墨西哥之間嘅圍牆，但是民主黨呢一直未冇推用嘅用哦，但會帶來呢個乜嘅用嘅影響咯。今日請到嘅係金泰國際關係中心嘅教授楊金生教授，教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教授很好奇啊，川普非常的強硬，這次禮拜三在跟這個民主黨的對談之後，還是沒有結果。對，那還是他堅持要這個57億的這筆錢來做這個美墨之間的圍牆。為什麼川普會這麼堅持說這個牆一定要蓋？我覺得他這一次啊，就是說提出這樣子，而且是第一次在白宮這樣開一個這個記者會一樣的來宣布。那大家一開頭比較擔心的部分是說，他會不會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是啊，然後就可以來使用，就是強行來造這個牆。結果沒有，大家覺得說他看起來好像還蠻溫和的坐在那裡，感覺有讓步，是不是？不是，感覺上面他的態度不像以前的川普。以前川普就譬如說發推特啊，罵人啊，所以他看起來就像有點像去年啊，他在這個講這個所謂我們講的叫做國事會議的時候，看起來還蠻 presidential 啊，看起來就有總統樣，所以他這一次看起來好像也還蠻溫和，但是裡頭所講的很多的東西啊，確實是有一些，就是我們看到很多美國的媒體都對照說這些都是不正確的資訊，但他最主要就是拿這些資訊出來，等於是對美國人做一個訴求，就是說，你看非法移民對美國社會造成多大衝擊？當然，他為了要爭取民主黨的支持，他也提出來，就是說，好多非法移民啊，在這個往墨西哥的路上，婦女遭到強暴什麼等等，他們的人權受到侵害。等於軟硬的都來了，軟硬都來了。那大家都覺得說，他好像第一個沒有宣布緊急狀態嘛，那第二個也提出了一些比較軟性的東西，人權的東西，但沒想到完了之後，他跟這個民主黨的眾議院領袖裴洛西，還有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這個舒默爾見面的時候，根本不歡而散。他認為說你們要讓步，如果不讓步就沒有了，政府還是照樣關門。所以現在看起來政府是會繼續關門一陣子。教授，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川普這次有個訴求，他其實說我做這道圍牆啊。他說：“你們美國哪一個高官，哪個家裡的那個宅院不是有圍牆的？他是為了保護裡面的人。對，所以說，是不是他這次也是用這個動之以情的方式，希望說美國的民意能夠接受？他好像認為，他說：你看這些人進來搶了很多人的工作，那特別是少數族裔，包括拉丁裔，包括非洲裔。但是呢，美國事實上是找不到工人啊。那美國的經濟很好。”所以他現在就是有點尷尬，因為他一直強調經濟很好，創造出很多的就業機會。如果真的有這麼多就業機會的話，按照道理來講，是需要這些工人的，對不對？結果反而是他現在說，這些工人搶了，其實不是嘛，根本沒有足夠的工人。所以如果還要說這個是危險，那表示你經濟不好。所以這個是他自相矛盾的部分。所以那他這樣還這樣執意要擋這些他們的這個勞力的主要來源，這些移民進到美國，對，不是很奇怪嗎？因為你現在明明是缺工的狀態，就是他就是缺工，所以他今天用這個來就用這個民族主義來做訴求的時候，就跟他的這個經濟強調經濟是互相矛盾的。因為如果按照經濟的需求來講，他是需要這些工人嘛。是，那老師，那我想問，很好奇的說，他這一次我們一直都以為說，川普到最後，甚至一堆專家都在分析，他會用緊急狀態這樣的方式來取得動用這筆築牆費的一個權利。那當然發布這樣的行政命令似乎也是美國總統的一個職權之一。那為什麼他這一次到最後他並沒有發布緊急狀態？我覺得他大概被很多憲法學者都說，如果你發布，不是美國的問題，是你個人的問題了，沒有這麼嚴重的威脅啊。美國如果說今天真正受到了恐怖攻擊，你看包括911都沒有這樣子。那如果你今天為了這個少數的這個墨西哥來自墨西哥邊境中美洲的這些非法移民進來，你要做這樣的事情，好像
比例不合啊，不符合比例原则，等于拿大炮打对，小鸟意思，有点这个样子感觉，那就是大家会把它看成是个人的一个野心，而不是说真正为了国家安全，它可能是白宫保卫战，而不是美国保卫战。所以说他这一次，所以说你用这个紧急状态，其实也是有一定的要件。对，就是要让大家认为真正国家遭到了一个紧急的状态。比如说，我们讲说最简单，天灾人害，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像加州的大火啊，像过去在这个美国南部纽奥良这些啊所谓的飓风、暴风啊我们讲台风啦。那这些都是伤害很大，你可以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但你不可能说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吧？加州的火再怎么烧，也不可能是美国进入紧急状态。所以你如果说只是部分的区域，南部各州啊有这样的非法移民，你觉得比较担心，你也可以真的就是说德州跟加州进入紧急状态，但不可能是全国性的嘛。那我们有一个假设，万一他今天就是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那难道就是美国国会都没有任何制衡的？他当然是有这个总统有行政命令，是可以来做一些事情。行政命令等于法律，但是这些东西到最后会被最高法院有人会去挑战，等于说会进入这个司法战，都会进入到司法战。我们知道最高法院通常都是宣布国会通过的法律不符合宪法，与宪法抵触所以 unconstitutional 就是与宪法抵触。但是最高法院也同时可以宣布美国行政部门，包括总统的行政命令是与宪法抵触的，那这个也有可能的。老师，那接下来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双方又不欢而散，等于说政府的关门，它进入了一个继续延长下去。到今天为止已经是第20天了。当然我们知道说美国史上最长关门记录是21天。对。那老师你怎么看这个会不会继续下去？我觉得川普不在乎嘛，因为大部分联邦政府的公务员，如果按照我们台湾讲军公教，可能比较偏蓝。他们在美国大部分联邦政府的官员比较偏民主党，所以他认为说这不是我的选民嘛。所以他并不是那么在乎。可是他作为一个总统，照理来讲，他应该要两边的国土安全的部分他维持住了嘛，但是其他非国土安全相关的部门，他觉得可以关就关嘛。所以我们看到像国家公园这种都关掉。所以说他这一次所关掉的部门牵涉到的跟安全事务是比较没有相关的，比较没有相关的，对。但是如果让持续关下去，我觉得是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的。那另外就是关门，其实已经到现在发生过大大小小了。有媒体写是18次，那也有媒体是写是20多次。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子关门没办法运作的？就是你这个国会送出去的这个预算，如果总统不愿意签署，那就表示说这个两者的认知有问题，没有国会所拨给的预算，那政府就没办法运作嘛。它是一个制度面的问题，就是一个制度面。那你通常国会通过的预算，政府怎么可能会不要？但是今天川普就会认为说，你通过的预算里头没有我修围墙的预算，或者不足差太多，所以我没办法签署这个预算法案，所以我就不签，不签就没有了。人家说他就是用围墙去绑这个预算，就是绑预算嘛。那说这次影响到的人数总共加起来有，人家说80万人。那这80万人已经放了20天的所谓的，当然他们中间有个 Christmas 的那个假期嘛，扣掉之后他放了20天的无薪假，领不到薪水。那对于美国来讲，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虽然说我们看到参议员在这个之前就先通过了一个法律，说未来这些人的薪资要追溯那但是等要补给他，可是问题在这，他如果长期一路无薪假下去，他怎么去支付他的房贷或者汽车的贷款、保险这些家庭的开支，然后学费、孩子的学费，那这些都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说，会对于美国的经济面来讲，也有可能带来某些冲击，包括你银行都收不到这笔钱。会不会带来一些危机？我觉得当然会就是说，那会不会这些房子如果经过几个月之后，如果真的川普讲了说他1年都无所谓的话，那美国的房价整个会崩盘嘛？
所以说，他对他来讲，可是像奥巴马那个时候，我记得也停了蛮长的时间，对，似乎也没带来很大的感觉，好像没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没有时间没有这么长，而且没有说一直在上一次有一直在寻求解决的方案，你可以感觉奥巴马是愿意妥协的，但是川普看起来是不想妥协，所以就这个让大家更觉得说悲观。可是那你觉得到最后啊，因为川普看起来也不想妥协，民主党之间也是非常的坚持他们自己的立场。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可能有解决或是妥协的可能性？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有1、2位参议员，就跨党派参议员在讨论，但是离解决还很早。那我们看到共和党里头只有几个众议员跑票支持民主党。人数很少，因为民主党反正是多数嘛，所以他众议院通过这个，那表示说，众议院的共和党众议员并没有想要背叛川普啊，并没有想要为老百姓着想，而是仍然巩固领导中心。那按照这种情况之下，双方一定会坚持，那就要靠参议员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看能不能找到一个这个妥协的折中的方案。可是我们看到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Mitch McConnell 就是我们台湾的女婿来，算是赵小兰的夫婿，他是完全不表示说是全面支持川普的，所以看起来就不太容易达成一个共识嘛。所以现在站在共和党的角度，他们尤其在参议院这边，似乎有一点在隔岸观虎斗，是看你们民主党跟川普之间斗到什么程度喽。他们我们就是很多观察家说，希望说你们总是要回到理性嘛。可看起来现在即使大败在众议院的选举大败之后共和党好像还是并没有要脱离这个川普的问题。那但是如果后续我们看到如果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把川普的这些罪行，包括通俄门这些东西，慢慢都一一弄出来之后，那是不是共和党员还愿意力挺川普，那就值得观察了。所以说，老师你的意思是说，他还是有变数，即便川普他再怎么强硬，他到最后还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变数存在。对他，因为他会面临一个通俄门的问题。那这些通俄门的调查出来之后，那可能还有更多的调查。众议院是民主党多数，他们会传讯，会开听证会，会做调查，甚至现在看到就是说，川普一直拒绝交出来的他的个人报税记录这个众议院的这个拨款委员会的主席都可以跟他来要，所以现在就是众议院多数确实让川普有很多的麻烦。那如果今天特别检察官报告出来之后，他们可以透过这个报告一路打川普，那到时候一些共和党员可能也必须要脱离川普，因为如果说他问题真的很多的话，那你觉得川普到最后会让这个整个局面闹这么僵、这么难看吗？我觉得到最后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讲说过去有2个总统被弹劾，那克林顿是因为道德的问题，那尼克森是因为也是有点道德问题，不，就是说这就是进入这个民主党的这个竞选总部嘛，盗取资料，然后最重要2个人同样的有一个共同的都是撒谎。那川普撒谎还撒得不够吗？而且川普不仅是就是说竞选的时候可能通俄门有问题，个人用这个竞选的经费去封这些他过去跟他有关系的女性，那这些等于是他变成是尼克森跟克林顿的加总在一起了，所以要弹劾大概还是会有人支持了。好，谢谢老师。其實今比上半場嘅內容，下半場繼續來關心嘅係每種苗葉戰一場有成嘅戰戰咧，就同下繼續來看。关注繼續轉到嚟討論現場，下半場呢繼續來關心啦，每種之間嘅苗葉戰一場有一個變做反腐嘅可能性哦，繼續搶高嘅咪係楊敬生教授。所以下半場呢，我們來討論這個美洲貿易戰。
看起来好像经过3天谈判之后，礼拜一、礼拜三，连续3天这样的谈判之后，似乎是不是有一点进展？我觉得原来只有2天，对，他们说延了1天就表示有进度嘛。如果说是不欢而散，就像川普刚等于是有共识了，对不对？对，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川普跟那个民主党的领袖一见面不欢而散，几分钟就离开了嘛，那所以这个不会，这个看起来就是表示说有些共识，甚至要延到第3天来讨论很多的事情。那我认为我们本来原来担心的部分在哪里？就是川普因为国内很多的问题，他会不会转移焦点来打这个贸易战？但看起来他好像太多的战场他要清理了，所以现在他把跟中国大陆这个贸易的这个纠纷赶快收个尾。而且我们看到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大陆说我愿意买你的农产品。那我们上次看到在美国的期中选举当中，中西部的一些州特别是农业州很多的州都投了民主党的众议员还有民主党的州长，所以像威斯康星州像这个爱荷华州4个众议员选区本来是3个共和党1个民主党，现在调过来了，变成3个民主党1个共和党，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的农民，他们也觉得说他们没办法输出玉米大豆是受害者，这是第一个，就是他必须这些人本来是他最强的支持者。第二个是制造业，制造业现在也不可能100%美国制造嘛，所以所有的东西零件这个一些其他的部分有很多是中国进来。那如果你现在课这么高的关税的话，也会增加这些产品的价格，那他们的竞争力也有问题。所以这个也有一些这个川普的支持者是制造业的，虽然川普说制造业都赞成他，其实不是，他们也受害很深。所以他也希望，他也大概也看到这个。那第3个当然就是中国大陆承诺了要买这么多的农产品，跟美国的制造业产品，还有能源，那这些都是红州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基本盘，是川普本来的铁票区，所以他当然要帮他们忙嘛。川普要上这个飞机之前还说，他们有谈判压力他们似乎有意愿要谈到底压力在哪边呢？很多人都说中国大陆看起来去年的经济成长不好嘛，所以应该会有压力。习近平在今年2019是中国大陆所谓共产党建政70年那这个对他们来讲就是蛮重要，希望有好一点的经济表现。可是川普是要面临总统选举的，习近平短期之内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川普的压力我觉得也蛮大的，就是再加上政府官们，加上其他的东西，我觉得他的战场确实太多了。那能够在这个问题上面稍微缓和一下，其实对川普还是对美国也是好的。老师，那你看，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这一次主要的协议当中，里面包括了这个就是买农产品嘛，就是大豆，而且甚至传出在谈判之前就已经传出中国已经同意要买大豆了。对，然后就是一些工业制造品，就制造品，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能源产品嘛。那等于是中国加大了买这个美国商品的力度。对。那可是美国在这次谈判上面似乎还有更重要目标达成，难道只是他们当然后面还是希望谈这些智慧财产权的问题，谈强迫科技转移的问题。那但是这个是第一步嘛，就是说希望看到大陆有善意，先从这些开始谈起。那美国驻大陆的大使过去是爱荷华州的这个州长，也做过，就是说这个就是对爱荷华州这样子农业的部分做过很大的贡献，所以当然他很在乎这个。所以大豆、玉米，爱荷华州是美国第1、第2大玉米的跟大豆的产州，虽然那个州很小，那更是猪只第1大产，所以未来可能还有美猪的谈判都会进去。那这个对美国来讲可能很重要。那另外当然制造业，我刚就是说这个贸易的赤字有在缩小，那表示他们这个贸易战是有点用。那然后如果继续大陆再采购更多的东西，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的话，那我觉得说对川普来讲，他可以有所交代了。他等于是对他的选民，等于说，你看我们打贸易战是有正当性的，然后现在大陆受不了了，来买了，然后可以宣告胜利，然后我们美中贸易的逆差缩小了。
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等于是因为当初他们中美之间说要给这个90天的谈判期，那现在其实大概已经走了一半的时间了嘛。那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在这个一半的时间，似乎是有一点进展。我觉得是有进展，就是说氛围不错啊，所以刘鹤还会到美国来再继续谈啊。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双方愿意谈判，不是不欢而散的情况之下，看起来这个90天的贸易这个大概不会发生，就是说应该会继续啊，双方没有新的贸易冲突了。因为似乎看起来这次美国官员的反应还说，我们谈得很好啊。对对对。但就是其实还有后面还有更难的一些谈判进程嘛。哦，先易后难。可是至少从前面开始，双方愿意放下身段来谈，比这个川普跟他这个民主党对手啊完全没办法坐下来谈要好得多嘛。老师，你刚才有提到那个就是刘鹤哈，他可能后续还会谈。他其实在这次谈判当中，他也意外的出现在这个谈判的会场，是不是也传递出一些某些重大的讯息？我觉得他当然现在是谈判的代表人物啊，所以他可能在当地就是有一个我们英文叫 reassuring 啊，就让大家比较能够心安的一个保证，就是说他可能会为这个谈判背书嘛。所以等于是国家最高的领导层级在会场亲自督军、亲自招待这样的意思在。老师，那后来我们也看到说，刚好在中美贸易战他们在谈判的时候啊，然后刚好这个金正恩就秘密的坐了他的专列到了北京，第4次跟习近平见面。那这个秘密的这样的行程，然后它到底有没有一些中国说等于是似乎说，北韩现在在我这边，你要跟北韩谈，我们要先达成协议。不对，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川普有宣布嘛，说要跟金正恩再见面，对不对？那但是是不是有具体的结果？我们看到过去1年其实并没有特别具体的发展啊，很多人还觉得川普被金正恩骗了。那无论如何，大陆对北韩还是有些影响力，所以大陆等于是要让美国知道，你如果要在北韩这个议题上面有进展，你可能还是需要我的合作啊，或者说帮忙。那这一点就是等于是让川普政府知道，就是说你要在这个北韩的议题上面得分的话，你可能在这个贸易谈判的上面也要让我有一些进展嘛。当然，川普也不是这么省油灯，会这样子简单的就接受他的威胁吗？不会。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川普很奇怪的啊，就是说金正恩这个事情有这么重要吗？但他好像把它放在这个前面 ，priority 类似的放在很前面，对，让大家不解嘛。就是他好像跟这些威权的领导人会面，他觉得很自在啊，但反而不愿意跟德国总理啦英国首相见面，这个是蛮奇怪的一种心态。所以他把这个跟金正恩见面放在他今年这个议程的前面，倒是蛮奇怪的。那这样子，美中贸易的谈判借着这个金正恩这段插曲啊，老师，你认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尤其对后续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国会做更多让步吗？还是说中国也等于是在一边示善意，然后一边跟你讲说，我手边其实还有工具可以对付你？我觉得中国只是让他知道有工具，但是中国必须要让步啊。就是我们看到智慧财产权的部分，其实这个对中国大陆自己也有好处，所以他可能会慢慢的朝这个方向走，但是速度他希望可能是朝着自己的步调啊，包括这个科技的转移等等，他也不希望一步就到位，那他可能没办法拿到这些东西，所以我认为大陆也会朝着这个美国所要的方向走，因为毕竟这代表他的经济要往前走的，必须要经过的一段痛苦的时间，但是走过了会好，但是在这个期间，他要让美国知道，就是说他还是有牌可以用。因为总体战略来讲，他们还是要朝着2025来前进，对不对？所以他还是需要做一些慢慢让步，然后但是要换取他们未来国家更重大的长远目标。对他的科技发展等于是说，如果今天没有靠这个，就是如果完全对方西方社会在智慧财产权保护的非常好，或者是说科技不愿意转移的时候，其实对大陆也是有一点伤害，所以他希望在这个时间继续缓冲，能够得到一部分，然后下面靠自己了。所以说，那美国方面呢，老师你怎么看？我觉得美国是这样子，川普现在面临的问题太多，他的战场太多，
所以他可能在大陆的议题上面慢慢要收个尾啊，那专心对付国内这样他的挑战。老师，那这是今天就觉得感觉好像有很多的川普很多的问题，对，他有太多的战场没办法解决，对，他必须先清理战场，他就先清理。